一个屋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你要来看恁查某囝，我无意见啦。你家己是人客呢，人客嘛有一个人客的礼貌啊，哈！去食的歌庙讲哦，哼！你拄则讲啥物啊？啥是去食？搁安怎讲？我嘛是你的亲家呢，你讲话较客气咧哦。我安尼阁无客气哦，哈！你甲阮兜当做恁兜的餐厅呢，哈！啊是恁兜的灶骹，来遮凊彩食，来遮凊彩行。我无好你做安尼阁无客气，啥物叫做客气？你甲我讲。你抓准我爱来遮哦！我无代志，咱去踅街，咱去拍牌啊！我哪着来遮啉像你这老太婆，看你的臭面啦！是恁后生拜托我来照顾明芳呢。你以前结面手讲歹听话，我会当啉，也毋过真嘛。阮明芳替恁张家生囡仔呢，恁张家遐尔有钱，请一个人来斗相共，你是会当生啥物啊？哎哟，有心就有心，为什么爱请人啊？你骗我捌生过囡仔哦？你一工甲我食一顿哦，哈！厝内免摒扫，洗衫摒便所咧。过去遮全部拢是明芳在替恁用的，你家当做啥物啊？伊有心啊呢，伊爱伺候恁规家伙啊！人已经真无爽快啊，医生嘛叫伊爱安胎，你阁想要安怎？伊一个人无闲东无闲西，无你有才调，你一个人来做啊！我若是去外口甲人讲，大家拢会讲恁张家的人在欺负阮查某囝明芳，足无良心的。好啦妈，妈，你这大声创啥啦？哎呀，你无爽快，无倒伫眠床顶落来创啥？歹囡仔！哎呀，呸呸呸呸！卖屁啊啦！袂因为你遐几句话，囡仔就无去，你无遐咬啦。你这个老太婆，你讲话将心比心好无？假使是恁查某囝安尼，你敢会顶下拍哪了？我甲你讲，你一定要替阮明芳请一个人斗相共。若是阮查某囝明芳安怎？我绝对会放你耍，你狗会记的。我甲你讲，妈，你有安怎无？哈？你看。妈，你来啊！明芳啊，你落来创啥？紧起来，倒伫眠床顶休困。就是啊，紧起你休困，实在无需要在遮互人糟蹋。好啦妈，妈，阿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问因啊，有啥物好问的？你家己看你迄个面啊！差小面。叫胡明芳去你休困啊！有啥物代志，咱去你遮讲。来，较慢呢。这个查某实在有够超过，气死人！我拄则伫外口停车的时阵，看到一个查某行出去，面色毋是真好看，伊是谁啊？这拢爱怪恁妈。明芳真无简单，找到一个有才调、阁少年的使用人，恁妈竟然甲人赶走啊！讲啥物无经过伊的同意，伊无爱付钱，人摕着无钱，当然就走去啊！亲妈嘛毋知影，敢愿意转来，真正是，哪
哪有这种讲袂出切的大家啊？明芳巴肚内是恁长家的金孙呢，恁无爱互伊好好养胎，即摆是安怎？你是当生还是心肝弄毒啊？我即马才知影，若毋是我有好好注意，明芳在这个家，佫真正无人疼惜啊！阮妈应该只是激气，我会搁甲伊讲啦。嘉诚啊，你是这个家一家之主，你家己有目睭，你看会清楚啊！我袂当随时来甲明芳斗相共，恁妈佫无爱看到我。伊在这个家，真正只会当靠你呀！我拜托你，你爱加徛伫咧明芳的立场，你爱替伊想，较才替伊讲话。也若无，阮查某囝明芳真正是委屈啊！明芳啊，你先休困，我去甲妈讲一下。明芳人有安怎无哈？啊，若真是无爽快，就爱去医生看哦。妈，你这边有影伤超过啊！哇！你先听我讲，明芳是高龄产妇，如果是头一摆有生，难免会较紧张啊。伊即马身体状况嘛毋是遐尔好，医生嘛建议伊爱较接倒咧眠床休困。伊你是一个人伫楼顶，生活真无方便，请一个人来斗相共，毋来当照顾明芳，你嘛会当较轻松咧。我实在是想无呢，你想哪要遮尔反对啊？我哪会知影讲明芳伊真是人无爽快啦？我是掠准因老母搁咧遐这种麻烦啊！我就毋是针对明芳啊，我就无爱因老母吼，在咱这间厝内画东画西，指挥遮指挥遐啦，敢若是这间厝的女主人，我看着就插目。安怎？伊搁甲你撒人啥物啊？啊，伊总是明芳的老母啊，伊要来咱是当讲啥啦？啊，咱若要甲动人会讲咱毋捌人情义理啦。即马上重要的是明芳伊的身体。你著看在这囡仔的份上，莫计较遐尼济。这段时间，咱请一个人来斗相共，安尼好无？好啦好啦，要请就去请啦。若是有人会当来斗相共照顾明芳，因老母都袂卡袂着，就要走来啊！哼哼，上好是安尼啦。好啦，安尼我去你甲因讲啦。是啦，我问你啊，有人敢有甲你讲伊要甲慧敏结婚的代志啊？有啦，慧敏嘛有当我的面，保证以后袂阁插政治啊。所以伊要结婚，我袂反对。哦，搁有哦，有人有讲因结婚了后要搬出去无？伊有甲我讲啊。对啦，当初文玲结婚的时阵，你送一间厝做嫁妆，即摆有人伊是大囝呢，伊要结婚，你这做老爸毋免小表示一下哦。妈，这我拢有想过啦。这间厝我本来就是要留互友人的啦。这是以前讲的呢，即摆无共啊。即摆你已经搁娶某啊，恁某巴肚有心啊呢。有人伊敢甲你抢这间厝啊？哈？无得看伊还袂开喙吼，因老母就出来话讲，有人要抢家产。你嘛知影有人的个性啊，自细汉就足大心的，事事行行拢替厝内人设想，伊家己在遐委屈。嘉诚啊，我甲你讲遮的意思吼，是要提醒你，你的囡仔毋是只有明芳巴肚内迄个尔尔。这我拢知啦。啊，手面手盘拢是肉，不管是拍伫咧倒，我拢会疼。你放心啦，这个囡仔我拢会好好甲因安排，都一日一日来嘛。你就莫烦恼啊，哦。好啊，我先去看下明芳。哎，王老板，
丁总监，这久无看诶。今日哪会向走来？是安尼啦，我来财务这边送发票，早起叶经理打电话甲我讲，发票过期啊，所以就赶紧开一份送过来。哦，对，伊有摕恁公司的签款单来互我签，敢有顺利啊？这总监，唔知影敢有方便耽误你10分钟？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请教一下。哦，会用啊，安尼去我的办公室讲。多谢。请。来，叶经理，我敬你，多谢你今日请阮食饭。来，咱家己人免遐尼客气啊！以后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做恁开喙啊！我无像以前迄个李经理，甲恁放啥家己闹跑啊！我也讲看，绝对陪恁拼到底啊！多谢经理。对啦，叶经理，我听讲美福的因敢若已经在南口找到工厂啊，而且佫专工对日本进口一台机器，讲是啥物未来要向数位化发展。对，这我以前听李经理讲过，伊讲这台机器会互设计师直接为电脑宣布了，然后学工厂甲啥做出来，会减少开发的成本。一方面讲会省做建本的时间，也毋过讲真实的迄台机器敢若伤贵啊！即马台湾的成人厂无几间买得起啊！美福的资金真正足济呢，竟然有才调会当进口遮尔厉害机器。我甲你讲啦，迄是开钱买一个好看头尔啦。恁讲的迄台机器我嘛知影啊，咱兴华毋是买袂起啊，是无迄个价值啊。有头壳的头家是袂去买啊。迄业界讲经验讲技术无人会当甲咱兴华比啊。对，叶经理讲了无毋对哦。咱工厂若是有像叶经理这么厉害的人来带领，佫惊什么美福的啊？对不？对，以后请叶经理多多照顾啊。大家互相照顾啦哈！周总监请假2礼拜，工厂我上大。恁食要点什么？做恁点哈！来，后盖咱就食烘肉，酒咱家己炸啦。了呀，酒你就处理者。无问题。对。这会报了。迄个是较袂翕的。你去无用啊，我先去面走。好，这个是较袂翕。好，我知影。总监好。叶经理，休困时间拢超过半点钟啊，恁走去倒？阮去食。阮去甲客户讲公司啦，顺便甲因应酬一下。甲倒一个客户？是倒一个客户需要在日时啉酒才会当讲公司？你甲名单互我打电话去了解。毋是啊，丁总监，我的意思是讲阮甲客户去讲公司，公司讲完了我看大家拢无食饭，所以带大家去食饭，慰劳一下大家辛苦。希望以后呢，大家会为兴华加出一寡气力。因为就想讲，就小可啉一点仔酒啦。我保证绝对袂外解。是，绝对袂外解。同事感情好是好代志，恁要啉酒食饭，我嘛无反对。也毋过中昼是互恁休困的，毋是摕来啉酒开讲的。希望大家拢会准时倒来上班。还阁有，我早起拄到应征年料的王老板，伊甲我讲，即个请款你拖真久才互伊请。你是无闲到袂记，还是超工拖延？我无超工拖延呐，伊的请款单下开人真晚才送来互我。而且因的发票嘛开唔对，财务无法度半折互伊，要哪会当怪我？厂商请款本来就是你这经理爱负责，是毋是你甲工课扫互别人，才会拖这么久？王老板一个月前就甲发票互你，你即马才甲伊讲爱停开，你这个月都无影响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无用，以后这件代志就交互别人做。廖组长，以后厂商请款的代志就交互你。请款公文你等因直接互我，无需要经过叶经理啊。张总监，你是提走我的权利嘛？
工厂以后要甲谁合作，负责互谁，我这经理啥物拢唔知，就算你要提走我的权利，你是不是嘛要甲周总监参详嘛？周总监请假的这段时间，董事长交代我全权代理伊的工作，我会做这个决定。也搁有，我唔是要提走你的权利，是让请款的流程变简单，替你解决问题。周总监请假的这2礼拜，我逐工下晡拢会来工厂处理业务。假使恁阁有啥问题，麻烦直接来问我，一切我负责，我讲了准算。有听到无？有。看啥啦？紧做代志啊！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哎，你即摆是创啥？阿嬷，迄落素静阿姨讲，太太即马有想吼会较惊热，爱食较正的，所以我就叫叶环富甲这鸡汤的油和起来。这油好起来阁算鸡汤哦哈！我听你的称呼哪会怪怪啊？你即摆叫我阿嬷，叫素贞叫阿姨，安尼因两个母仔囝就毋着算同辈。哦，后来我叫伊蔡武林。夫人，伊无迄个资格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你是阮请的，你爱照阮兜的规矩去哦。我看你的年岁甲阮文琪应该差不多啦。你叫我阿嬷无问题。以后吼叫头家叫张董，叫我遐大汉孙爱叫先生甲小姐，安两细汉直接叫因的名安尼就好啊。啊，那迄个查某吼叫伊迄落亲家太太就好啊。好。我知，好。干那你知就好啊，你免摕一支笔记一个啊。我拢会记的。你是阿嬷，过来就是张董甲张太太，你的大孙张先生，大查某孙陈小姐，过来就是张李小姐甲陈李小姐，过落去就是尤里甲卡婷，外口迄个叫亲家太太，还佫有陈李小姐的后生叫做叶先生。哎呦！你敢若拢探听过安尼哈？哎呦，唔免教都拢会记的呢，厉害哦！阿嬷，我是普罗的呢。你即摆来阮兜家斗3工，阮兜所有人的营养都爱你照顾哈。像迄倒天遐的菜，我是感觉吼，安尼用的啦。我欠青菜啦，冰箱内底有豆菜，你摕去做沙拉啦哈。也毋过素质亲家太太讲，迄落太太即马有生袂当食青的，甲无清气。我阁甲你讲一遍哦，在阮兜你得听我的哈。明后要食啥物，下你传互伊食就好啊哈。沙拉是阮要食，阮孙爱食，安尼了解无？我知，我会记。阿嬷，又来啦，你转来啊！哇，阿嬷，你阁煮啥物好料？足芳的。对了，阿嬷甲你介绍，伊以后伫咱兜摒扫，佫有煮饭，伊叫做阿兰啦。张先生你好。你好，这拢你煮的，足芳的。无啦，阿嬷教的啦。阿嬷，安尼我是甲饭菜摕去互太太食吼。好，你去无闲哈。阿嬷，敏芳阿姨身体啥款？爸讲伊要请假2礼拜。恁爸讲伊爱倒门床休困啦，即马食是啥物拢踮咧房间内底啦。若有需要斗3工就阿兰去弄啦。我想讲安尼嘛好啊，无甲伊做伙坐咧遮食饭，我嘛感觉足家己的。请人来斗3工嘛好，安尼你就免规工遮尔无用啊。恁爸仔囝共心哦，讲的拢共款。来，阿嬷有话甲你讲啦。坐遮。阿嬷甲恁爸讲啊，
讲，你结婚了要搬出去外口住，所以需要一间厝。恁爸爸答应讲要处理这件代志。阿妈，这我甲慧敏参详过啊，阮家己出钱买一间简单舒适的厝就好啊，无需要用到许大钱。你别项代志，阿嬷拢会当答应你。啊，毋过这项代志爱听阿嬷的。恁爸讲哦，厝内每一个囡仔，伊拢会安排好势。你是张家的大囝呢，你结婚是大代志，恁爸当然爱甲你处理啊。你甲慧敏两个人哦，去看是要看大间还是细间，什么款的厝，恁介意就好。若是看好啊，甲恁爸讲，伊会摕钱互你。多谢阿妈，我会去甲慧敏讲。啊，对啦，你爱甲慧敏讲吼，讲咱张家共款家当做大新妇来看待，过去的代志吼，莫阁想啊啦哈，该放袂记的，安尼就好。只要恁两个当幸福快乐，阿嬷就足欢喜的。好啦，多谢阿妈。你去换衫哈，叫卡婷阿个有你落来食饭。好。嘿，冠华，你哪会逐工遮尔晚才下班啦？我吼食到遮尔侪岁，真正毋捌看过人吼做经理的像你即款啦。你若继续搁安尼落去吼，你的身体敢会堪咩？妈，你当作我爱安尼哦？谁叫我的顶司哦，足爱做工课啦，无做工课会死啊！伊若无下班，谁敢下班啊？啊，你的顶司就周明峰啊！我听文玲讲，伊即马吼最近敢若是有心，拢请假伫厝内休困啊。哎呀，讲到这哦，就生气啊！我之前甲周明峰讲好啊，讲工厂内底代志吼，拢互我处理。哪知影伊请假，文玲阿姐就叫迄位了不起的大哥来代理啦。伊一来哦，当所有的人面，甲我洗面呢，讲啥物伊才是负责人，有问题找伊啊，根本就无甲我囥在眼内。这人实在有够超过的哈！我安怎讲，你嘛是会袂使呢哈！一点仔面子拢无爱留互你哦。唉，加讲吼加生气啦，愈讲愈闹气啦。想到文玲吼在张家无地位啊，张家人哦才会看我无像迄个周明峰共款啊，一有心哦，因阿姐吼就甲伊捧上天啦。你看啦，迄周明峰有血啊，人都有法度吼搁生啦。本人吼在因兜无地位就准拄煞哈。敢讲连生囡仔拢生死人哈？你还阁少年呢？你也看卖啊！替咱叶家生一个孙，头团香火啦。妈，莫咧讲543啦。什么叫543？你干那遗传一个查某囝，以后大汉是爱嫁人的呢。这个家就干那剩你甲文玲两个啦，是啥物照顾你哈？你看嘛啦，有你这个后生啦，我唔才有法度安尼日子过了好好。啊你咧，以后是啥物照顾你？妈，莫搁念啊，念甲足烦的啊！我要来困啊。好啦，去困啦。本玲，冠华要困啦，你就好好甲伊掠食灵，互伊较轻松的，知影无？哎呦！妈拄则伫讲啥？啥物送者？哎，莫睬伊啊，伊了后袂讲。我明仔载要去看明峰阿姨，你敢要去？好啊，辉你哦，我拄好有代志，要找阿姨讨论。我顶个有互你一笔钱，你摕遐钱哦，去买一寡补品，明仔载摕互阿姨。迄笔钱开完啊？什么啊？遐济钱你开完啊？哦，你安怎开啊？就我先摕去6医选在艺班的学费，1年2万块，加上妈想要买一台日本新的多功能洗衫机，迄台就要6万外，加上以后莫妈想要买啥，你就买互伊，甲我讨论一下，敢要买拢是我来决定。哦，迄个廖组长毋是有买一寡营养品过来，明仔载吼早起去互阿姨，莫阁乱开钱。好，咱明仔载几点过去？咱约中昼休困时阵，我敢若迄个时阵有闲，而且我只有1点钟的时间，
假使想要转去公司哦，会互大哥骂。袂啦，伊也袂无代志找你的麻烦。袂，我甲同事去食饭，敢若慢1-2分钟到公司尔。伊就甲我骂甲臭头呢。非得明仔载你物件在啊，我甲阿姨讲代志的时阵哦，你在边仔莫插嘴吼。你要甲阿姨讲啥？甲你讲你也毋捌啊。好啊，我要洗身躯啊。40平有3间房间，甲客厅、食饭厅，跟线足好诶。好。这间房间我建议家卡通，用玻璃隔开，也有当做厨房。甲房间卡通了后，这个空间会有日头的光线。你感觉啥款？我感觉设计个光线都真好。你若是介意，我是无意见。也毋过40平的厝，扣掉公社，每一个房间拢伤矮。你自细汉住大间厝，结婚了后，甲我住遮尔细间的厝，敢袂感觉伤委屈啊？袂啊，只要会当甲你做伙，就算住足下的套房，我嘛真满足。而且，咱考虑到预算的问题啊，大间负担较重。歹势丢势是，敢方便家己讨名片？哦，会用啊。来。原来丢势是清华实业的总监。歹势就问一个，你甲丢家行当事长的关系是？伊是阮爸。你足拄好诶，丢当1-2天来看厝，拄好嘛是我接待。你讲，阮爸有来遮看厝啊？阮即个建筑大部分拢是即款40平的厝，楼顶有几间是80平，2边卡通的。丢当迄天来看，就是看80平有2个车位的。迄天伊有讲着，厝是要买互伊的囡仔的，安尼应该就是你啊。原来阿姐已经先来替咱看厝啊！阿嬷敢若讲伊的安排，想袂到伊骹手遐紧。伊应该是想要互你一个惊喜。借问者，阮敢会去看阮爸迄间看的迄间厝？当然会用的啊！来，我带恁去哩。这个当讲，张当事长的眼光足好诶，这间厝当作新房上介适合吧？来，请入来。这2户卡通上大的优点就是你拄则看到好处拢有，风景搁较好。除了困房以外，搁有4间客房，每一间拢比拄则的搁较大间。搁有后阳台甲前阳台。张当事长特别讲，伊介意这个地点的主要原因是甲兴华足近的，上下班方便。这间风景真是真好，毋那悬，阁真安静。在市区内面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甲拄则迄间比起来，真是差足多。阮爸看厝的眼光一向拢足好的。对啦，阮爸看完了后，敢有啥物想法？张当事长迄天看伫尾点半钟，问真侪问题，看起来足满意的。伊有提资料，阁要考虑一下，这礼拜以前就会跟我联络。看来阮爸是真是想要买。你转去时阵继续假装毋知影，安尼才袂破坏阿姐专工计划惊喜。我知影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阿姨，这鸡精送哩。多谢。你即马身体啊，爱好好补一下，妈妈食甲有营养，囡仔才会健康有活力。多谢你，害你开这侪钱。因为阿姨平常时对阮足好的啊，所以这是应该的啦。好，来坐。好，来。最近工厂啥款？敢有啥物问题？安怎是？阿姐哦，爱大哥来代理你的工课。我想讲代理就代理，嘛无啥物要紧啊。哪知影大哥甲迄母家敢若要改掉换代共款，真侪规定拢改掉啊。
像厂商要请款啊，免经过我这经理啦，廖组长签的就好啊。我敢有签是无要紧啦，也毋过付钱这种物件哦，是一站一站管理，哪会当凊彩啊？这是公司制度的问题啊。我来讲嘛是为了公司好啊。我有甲大哥讲，我讲哦，该规定敢要找阿姨参详者，伊竟然骂我呢，讲什么一切伊负责，伊讲咱准算啦。伊毋是这种人，你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？哎呦，你无伫遐，你毋知影啦。伊敢若来斗3工2礼拜，伊就守本分，做好伊代理人的工课就好啊。该遐规定要创啥？无甲敢若规个工厂，伊要摕等去家己管共款，还阁有啊？好啊，莫阁讲啊，你做好你的代志就好啊。我相信只要做了对，免惊别人找麻烦。哦，哎，阿姨，我时间差不多，要转去上班啊。安尼，阮先走啊。嗯。阿姨，你爱加休困，加真爱加啉哦。我知影，阿姨，你爱保重，我先转去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拄好1点半，我看张友莲，佮有啥物通我讲？冠华，我回来哦，我足想要见你啊！哪会遮尔紧啊？毋是要去半年？1点35分，家己迟到，佮甲讲我，真正有够衰。喂，我是周总监，我找廖组长。总监好，廖组长无伫的，伊去开会。伊无顾伊的生产线，去开什么会？这几工周总监一入来，廖组长就要去甲伊开会。等伊转来，我请伊打电话互你，好无？哦，无要紧，毋免啦，多谢。看来冠华讲的拢是真实的，有连偷偷啊伫咧我背后动骹手。明浩啊！哎呀，你毋是喺楼顶休困，你是要去倒啊？去工就一撮。你这面具是要叫谁看？奇怪呢。哟，敢会是工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袂用的呢。我若打电话给嘉诚，一定会认为我是针对明芳。是莫卡啦！1、2、3、4。恁紧去做明年的产能配置报告给我，啊，甲一厂、二厂、搁有外兰厂全部拢评估入去。是，总监，我听讲明年内底会有一笔大订单，只要总监一句话，阮生产单位一定会全力配合。啊，对啊，大家拢真期待，毋知影公司当时要公布这消息，还未签约，确定就会甲大家讲。哦，总监，总监，叶经理、廖组长，我有代志要单独甲张总监讲，恁先出去啦。你即马毋是应该好好地处理休困，哪会向我走来？即马无外人，咱就甲话讲清楚。你来工厂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。
你即马毋是应该好好地厝里休困，哪会向走来？即马无外人，咱着甲话讲清楚。你来工厂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你问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我想袂到你骹手遮尔紧，我干那请几工假尔，你着遮尔胆袂负心，摕走冠华的权利，刷落来是毋是都轮到我？我是毋知影冠华甲你讲啥，我来工厂了后，拢是就事论事，无针对象。你无需要反应偏大，假使你阁有问题，我即摆就请冠华你来对质。我反应伤大，安尼你敢也会记？进前我找总经理来讨论咱网络店的代志，你的反应有偌大？还是讲，即马是换你来插手，我就应该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？你只是来代理我的工课，你甲工厂舞乱，我敢无应该负责？也是你想要利用即个机会，甲工厂摕倒去管？是你家己身体无爽快，要请假等去休困。阮爸才叫我来工厂，而且讲诚实的，我管工厂的经验比你搁较济。你烦恼我甲工厂舞乱，不如想看卖，若是工厂无运转，定带出问题，这责任你敢担会起？你唔免甲你家己讲甲遐尔重要。工厂我交互冠华去顾，我干那请2礼拜的假，是会出啥物代志？安尼伊敢有甲你讲？伊要付予厂商的钱，无理由欠人1个月。我甲厂商挡袂牢，走来甲我斗，这严重影响到兴华的名声。问题阁唔在这。我这几工看小铺，经理开的费用嘛伤济啊，阁有真侪报销是无收过的。若是要追究，敢毋是你这直属的总监应该负责？我知影你咧休困，尽量莫搅了你。你颠倒走来问我有啥物目的？你若继续悠哉惯化后边来，可能会拖累你家己。到时阵大家毋是更加怀疑你的能力。我即马就去找冠华问清楚。美花阿姨，你安怎？巴肚淡薄无爽快。啊？冠华，工厂你过者，我带美花阿姨去病院。好好好。唔免啦，冠华，你陪我去病院。哦，来来来，阿姨，了诶，把车驶过来，紧诶。好是。明芳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？无要紧啦，医生检查过，讲无啥物问题，就叫我转来休困啊。你若雄雄走去工厂啦，医生讲的话你拢无要听，万一伤到囡仔是安怎？拢是我唔对，我本来想讲我已经休困几落工，应该恢复了差不多，所以才走去工厂看卖。哪会知影雄雄阁无爽快，加再有冠华伫，赶紧送我去病院。你都是责任感伤重。你即马上界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顾好你甲婶婶的健康。工厂有幼莲，你也未放心哦。幼莲敢有讲啥？伊敢若关心你的状况，无讲啥。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对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你的话，莫阁想遐尼济，嘛会好好休困安泰。安尼就对啊！哦，我叫阿兰替你煮灵应鸡米糜的，你嘛讲这对有心的人安泰养神上好啦。伊即马3不5时就传一寡变远互我看甲头壳足晕呢。多谢你。好啊。你先倒咧好好休困。来。爸，美芳阿姨身体啥款？无代志啊。安尼就好。明峰乃雄雄走去工厂，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老实讲。简单来讲，
就是民红阿姨听到一寡消息，烦恼我会甲工厂摕转去。民风即马有心啊，心情总是较袂稳定，讲话做代志有当阵会受到情绪的影响。我想吼，这嘛毋是伊的本意，你著较体谅伊啦。我知影，惠利等伊转来上班，我甲工厂行医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爸，我先转去工厂啊。对了，有莲啊。你甲慧敏的婚礼就好好办。恁阿嬷已经对我下命令，张家大孙的婚礼一定要办甲足请赢的。爸，我甲慧敏都感觉婚礼免伤复杂，简单欢喜就好。钱的代志你免烦恼，有我伫个。恁只要考虑安怎甲婚礼办了好看，互双方的亲戚朋友拢欢喜满意就好啊。还佫有，应该互你的，爸爸当然拢会互你。我已经拢安排好啊，你免操烦。爸，你拢安尼讲啊，我甲慧敏就先多谢你啊。我来走。好。嘉诚，我今日去工厂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啊？冠华甲文玲因来看我，听讲有人甲工厂一寡规矩拢改掉，我足烦恼，所以才去问有人。所以，恁讲咧讲咧，就冤起来啊，对无？你看你啦。有莲吼，只是暂时代理你的职位，等你身体恢复啊，你就会转去工厂上班啊。搁再讲，有莲马上就要甲慧敏结婚啊，伊有足侪代志会无用的，伊哪有迄个精神去管工厂啊？你放心，工厂袂放抢走啦，我嘛会替你顾的啊。这是你讲的啊？包在恁翁的身上。对了，我险险袂记你。你看，这是我今日去看的厝，80平，住起来拄拄好。地点看起来足好的呢，而且交通嘛真方便。足适合阿某拢有伫咧上班呢。要毋过，敢有需要买到80平遐大间？咱张家的人要住的，总袂当伤简单啊！你若是无啥物意见，我想咱就买一间好啦。我答应去咧卖厝的，礼拜进前甲伊确认。拄好这礼拜六我要回诊，无你对我做伙去。等结束了后，咱才做伙去看厝，到时阵决定。好啊，假使你看过无问题，我就马上付定金签约。这厝的代志应该处理好，无嘛吼，逐工拢要念我。好啦。好啊，来食饭啦，趁休息。好。你今日心情真好呢。对拄才食饭到即马，就一直咧笑。敢有？有啊！哦，应该是因为我最近感觉阮爸还是徛在我这边的。哦。今仔日阮爸甲我讲咱要结婚的代志，伊讲我是大囝，婚礼一定要办甲较请样的，佮叫我免烦恼钱的代志。安尼，恁敢有讲到厝的代志啊？是无啦。也毋过，伊讲一切伊拢安排好啊。安尼，你就继续假做毋知影，只是想袂到遮尔啊拄好，咱甲阿一看介意共一栋大楼。若毋是安尼，我嘛袂知影伊偷偷地安排这。伊敢若知影咱咧想啥，阁要买80平的大厝互咱。
人讲爸仔囝共心，到时阵咱一定爱好好多谢阿姊。好，好，就赞呢！张友兰甲徐慧敏要有家己的厝啊！对啊。张友兰甲徐慧敏要有家己的厝啊！耶！咱要有家己的厝啊！耶！爸，阿姊，是安怎？你有甲友莲讲咱要买厝的代志哦？这件代志只是一个误会，只是迄个袂话讲着尔。敢讲你认为这是我唔对心？伊去看的厝根本唔是要互我的，是要互周明芳过伊巴肚内的囡仔。自头到尾拢是我家己想伤济。你这个安排甲用意，你拢无互伊知影，莫怪伊的误会，伊会生气啊！我无可能兴华和平芳放弃。阿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收掉兴华，绝对袂退让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